高雄伫咧3月30，搁再停电2摆夜，其中凤山有900外户下晡失电，一直到暗时10点才恢复送电，失电9点钟。真侪店家拢无导做生意，要这超市损失的是超过40万。即马这当地里长要协助民众来讨赔偿。 超市藏肉品的病毒已经空啊，员工透早赶紧补货，因为凤山这间连锁超市30下晡2点熊失电，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有电。店长讲，真侪肉品甲牛奶拢害去啊。你看这个遮物件拢是保鲜的，基本上阮昨已经把所有的肉品、牛奶，互个拢收掉去啊，规拢下掉去啊，全部停铺。 失电9点钟，超市高算损失40万，对面一排店头嘛拢无法度做生意。关起啊，无要安做啊，也无风无啥也袂做一段，敢纯手动的啊。凤山区拢总945户失电，原来是路口水利局施工，无丢伫切断高压电线。高雄这月初才大失电，想袂到这摆停电搁较久。 当地里长协助超市要求赔偿，包商已经表示愿意负责。其实停电拢是人为啦，你若嘛唔知影讲，他这次为什么才喊我都甲迄个10几条迄个电线，拢啊切掉去？因为照你讲施工，咱有施工图嘛。凤山停电是施工造成，想袂到30暗时，昨夜嘛有400外户失电。这摆是台电变电所线路故障，加载抢修了已经复电。记者邓家文、刘伟做高雄报道。